今日来锻炼两首圣诗吼。第一首是308首，阮要唱歌来和乐。这首诗速度有较紧，所以咱甲即个2节的歌词咱来读一遍，好无？咱做伙来读一遍来。嗨，阮要唱歌来和乐，和乐上帝奇妙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报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报人知。第二节，来，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神亲密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圣神关灵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的上帝。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智上帝，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报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报人知。虽然这个歌词无真困难，但是等下挂这个旋律咧唱的时候，都敢若强要唱袂赴安尼吼。这首诗呢，咱看这个作曲甲作词吼，是一个叫做颜信清颜信兴牧师，这是一个台湾人吼。伊伫这个1983年1983年换真久啊就是对台南教会讲毋对，台南的南门教会分设的一个报道所，伫遐派伫遐做牧师其实迄阵应该是传道啦到隔长年再个就直接成立即个同会伊这叫做海淀教会，嘛是咱长老会伊是海淀教会的第一任的牧师。这个颜信兴牧师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伫1977年就是伊还未就任牧师之前，1977年，这个咱长老教会有第一届的这个全国的这个青年代表大会，迄阵嘛毋知啥物原因，我有参加，伫遐有拄着这个颜信兴传道伊迄阵应该是新学生，伫遐一个印象足深的，就是伊足会唱歌的，弹琴伫遐唱歌，所以有一个印象，一个安尼巷铃安尼即嘛毋知安怎所以即首诗呢，就是足活泼的，咱来即个听琴来甲咱弹一遍就好，一遍来，请卫生指示甲咱头一遍弹较慢小看咱可能较缀会着来喊来。阮要唱歌来学乐你学乐上帝奇妙的听。阮要唱歌学乐上帝的名。阮要
唱歌啦啰啰，啰啰耶稣无比的听，阮要唱歌来啰啰，啰啰耶稣着开的名。基督的太阳，阮要唱歌落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落人知。安尼啊，但是速度爱加倍啦吼。来，咱正式来唱吼，拄则是练习，即摆来正式来唱。来，迄个速度，互咱知者。来，第一站，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上帝奇妙的听。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上帝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耶稣无比的听。阮要歌来呼噜。耶稣尊贵的名，第一出在你的最所在，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第二载，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星星人民的听。阮要唱歌来呼噜，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三位的上帝。阮要唱歌来呼噜，呼噜三位的上帝。第一出来所在，天高日落的太阳。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副歌搁一遍。天日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太阳。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今天气感觉有小可变冷啦吼，啊入来唱这条就较热些，吼较热。咱来唱第二首609首，这首诗咱就较熟吼。今日牧师讲道的题目团契生活，就是用使徒应该是讲使徒行传初代教会拄开始的迄种兄弟姊妹相处团契，来鼓励、来勉励咱，伫咱教会内面诚做一个大家庭，内面有温暖、有团契的生活。咱用这首来做回应的诗，来。拢总有5节，第一节，地主听他那里，夜有大风雨，呀地之门，我归沙去，你对那主，你第二节，你蓝天边。虽然暂时沙林，心内微微相印，但那是上给人民，后日通过沙金，更这。
听见你爱应个日子，伊是着我生命的乌龙做伴侣，完全的听，永远的你，孤单的天听见。咱准备先来做礼拜。请暗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无人骂，无倒骂人，受苦，无放刁，道将本身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的，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毋做迄面死的人，会往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因为恁亲像羊迷路，若是打过伫恁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三角内面是乌罗上帝，姓氏308首，姓氏308首，请起立。
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咱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2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峙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甲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对阮显明你的慈爱。你听阮，赏赐阮逐项的恩赐。你保守阮，互阮生活无欠缺。你看顾阮，互阮每一工有够用的恩典。阮要感谢你。总是阮知影你是全能的上帝，阮嘛是时常软弱，袂记得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做毋对的代志。主啊，恳求你赦免。你是公义的上帝，嘛是仁爱的上帝。因为你的怜悯，阮会当脱离做道路；因为你的慈爱，阮佫有机会会当亲近你。你予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死伫十字架，洗清阮一切的罪，互阮会当有新的生命。阮感谢你，恳求主帮助阮，永远行你的路，互阮时常适量你的恩赐，嘛愿意献出家己，为着你来服侍。因为阮知影，伫服侍中间，你会用你的疼充满我。我靠你一定会得到平安甲欢喜。主啊，阮嘛要为着即个世界祈祷。阮看到真侪国家有战争，真侪人受伤，真侪人生活伫惊吓中。求你赐下和平的灵，互逐个国家的领导者有智慧，互人会当用交通接纳彼此，互每一个人会当生活伫平安中。求你保守遐受到灾害、受到破病的人，互因会当得到帮助甲医治。恳求主引带保守阮，互阮的生活有毋忘，帮助阮每一工拢会当活出主耶稣的教示。阮嘛要为着牧师中职来祈祷，恳求主赏赐智慧甲气力互因，互教会逐项的事工拢有好的安排。无论是教会的建堂事工，也是所教的福音队事工，有你的引带，阮就有信心来行。嘛要为着每一位会友来祈祷，恳求主，互阮有合意的心，愿意献身伫你的面前，彼此来服侍，彼此代祷，遵守你所教示阮的，互阮所做的拢合你的旨意。阮生死白日以上的祈祷，阮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的行传2章第37节到42节。新约使徒行传2章37节到42节。众人听了，心内切插，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担当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敬仔主，咱的上帝所买掉的。搁另外用济济话感情来考劝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即个邪的世代。对安尼，接纳恁的话的人，拢受洗礼，以及约略家天3000人，常常全部使徒的教士3到9倍8饼祈祷。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团契生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圣经内面有真济的新约，毋知影倒一个互你的印象较深刻？是迄个互大鱼吞入腹内，搁互吐出来的约拿，也是耶稣用五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的新约咧。伫看遮个新约，拢会互咱感觉足神奇的。但是新约敢毋是互咱哇一声就结束啊吗？圣经毋是一本记载奇人奇事的册，圣经记载新约，一方面帮助咱认捌耶稣，亲像耶稣伊所讲的：“我点伫爸，爸点伫我，恁着信我，若无着因为所行的事来信我。”另外一方面，新约嘛要互咱注意的是伊带出来的意义，亲像约拿的新约。虽然约拿互吞入鱼仔腹肚内，讲互吐出来，无死，非常的神奇。但是上帝赦罪的权能，较照着约拿伫尼尼微城真无甘愿，伊所讲的短短一句话来显出气力。约拿安怎讲？伊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坏。伊敢若讲安尼短短一句话，虽然约拿伊家己嘛想袂到，就是尼尼微城全城的人，竟然听伊即句话了后，对国王到上细汉的囡仔，拢总认罪。拢总伫遐求叫上帝的名，所以结局咱看见的，毋是毁灭，是上帝的赦免。人的心上恶的改变，毋是吗？所以有遐尼侪人因做伙认罪，敢无比约拿互吞入腹肚内，即个新约搁较奇妙吗？另外，耶稣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的新约，表面看起来是耶稣解决即个食饭的问题。但是，即个新约搁较奇妙的是，即个囡仔，真侪囡仔，你是安怎甲伊孤正，嘛无可能对伊的手摕伊钉条的物件。但是，即个囡仔有可能，伊是听到耶稣伫遐讲关系天国的道理，所以伊愿意奉献伊的所有，来甲其他的人分享。这敢毋是搁较大的新约吗？今仔日即段新约，今仔日即段经文嘛是一个新约。是发生伫圣神降临迄天的新约。耶稣的遮学生，因拢毋是啥物有学问的人，但是伫圣神降临迄天，因竟然会当讲出真练短的外国话，并且毋若是一种语言，是互移民到各国已经袂记咧母语，搁转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会当对遮学生的喙。听有上帝要照着耶稣来拯救人的好消息，这足奇妙的对无？因无学过埃及文，而且学生竟然会当讲出埃及话；无去过阿拉伯，而且学生竟然会晓讲出阿拉伯的语言。但是圣神降临，毋是要凸显这学生有偌厉害，因为圣神降临伫这学生的身躯顶，上大的目的。是要互遮听众，互因改变，就亲像尼尼微城因全城的人认罪悔改，就亲像迄个愿意摕出家己5块饼、2尾鱼的囡仔，伊会改变。伫圣神降临的迄一天，上大的新约就是遮学生因讲出外国话，
上大的新约，毋是这学生讲出外国话，上大的新约是对41节到开始所讲的，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3000个人呢。初代教会会当讲是翻倍的成长，但是这3000个人是安怎来的？除了住伫外地转来过节的犹太人以外，彼得讲，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呐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远远的人所讲的，就是遐信牧犹太宗教、犹太信仰的遮外邦人。所以咱知影讲，外邦人甲犹太人因原本是无交叉的，嘛无往来。但是伫圣神降临迄天了后，这个人开始聚集伫一个所在，苏维米公家用，佮卖家己的物产、家业，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并且逐工聚集伫圣殿内面，嘛伫逐人的厝里，伫遐擘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罗上帝。伫好学本这段经文有翻译一个名词，叫做团契。因彼此团契，伫遮团契毋是常年团契，毋是妇女团契、名词的团契。这个团契是一个动词。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伊有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团契生活》。伊对团契有落一个定义。伊讲团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且伫耶稣基督内面，迄种真甜蜜和谐的生活。所以团契毋是聚会1-2点钟了后结束就煞，团契是一种互动，并且是长期维持关系的一种生活。但是咱知影，外邦人、犹太人因原本无往来，原本是看袂顺眼的两种人，因是要安怎过甜蜜和谐的生活嘞？但是咱来看，伫创世纪内面，一个敢若甲今仔日的经文无啥物关系的故事，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伫巴别塔的记载内面是讲，当时的人因想要起一座塔来高举家己的名，结局是啥？因受到上帝处罚，上帝变乱因的口音，大家讲起无共款的话，所以因这个工程就无法度搁进行，所以这个塔一失败，这个人就死线。但是巴别塔甲今仔日的经文有啥物关系呢？这两个故事拢有讲起语言，但是巴别塔的语言是引起猜疑、纷争甲分裂，但是使徒行传内面的语言是好亲像是上帝伫宣告伊的拯救。上帝要互迄群分散、有纷争、冷淡、冤家无搁存在，因为上帝要组织，上帝要重新起造一个属于伊百姓的团契。所以这两个故事为虾米有遐尼大的差别呢？关键在伫上帝的心。所以真侪人虽然将今仔日使徒行传第2章当作是教会成长的秘诀，会讲啊，咱爱第一安怎做，接续咱爱安怎做，教会就会成长。但是教会成长毋是一个公式。作者路加伊伫挑战咱的，就是爱咱看出教会应该是啥物。就是教会应该是结连伫主耶稣，并且接纳所有的人。另外，路加伊嘛是强调教会应该做啥物？教会是家己人组织伫遐做伙享受的一个所在吗？也是教会应该是爱甲其他要袂认捌耶稣的人分享咧？若是教会变做是信徒的社团，也是信徒的俱乐部。安尼教会甲世界有啥物分别？所以路加伫遮记载，当圣神降临了后，犹太人、外邦人这两个团体，竟然会当伫主耶稣的内面来过一个甜蜜和谐的团契生活。这就是即提醒咱，咱要甲无共款的人合一，咱要伫遮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是要安怎咧？是靠家己吗？无可能，也是靠这外在好处呢，嘛无法度。所以大心，咱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伫恁的罪赦免，
搁要受圣神的赏赐。这看起来敢若是三个动作：反悔、受洗礼、受圣神的赏赐。但是这三项是互相有关联的，毋是你有其中的一项就会使。咱看去，福音的溃力，互尼尼微城的人认罪，共款福音嘛要互听见的人来认罪。伫彼得即章的讲道内面，伊无讲好听话，甚至伫伊的结论是指出这个人的罪。彼得安怎讲？即个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王、做基督，就是恁所定伫十字架的。这个话是你讲啥？就是你骂犹太人，恁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虽然即群伫听耶稣讲话的人，伫听彼得讲话的人，甲话讲甲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是无共款的人，但是即群人听到彼得的话，因不但无生气，反倒因的心感觉刺激。为什么会刺激咧？毋是因钉耶稣死的呢？为什么因会刺激？因为圣神会互人深入内心，来看见家己的罪。虽然我无亲手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但是因为我犯罪，所以耶稣为着我死。反悔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的经历，但是反悔敢有简单？反悔无简单呢，因为真侪人为着避免去伤害别人，也是为着要维护人的形象，拢会将即个罪压悬悬，但是轻轻啊放落去。另外，当家己也是别人犯罪，咱嘛会将伊合理化。就是因为安怎，我才会做安尼的代志啦。咱将责任撒互别人，也是撒互上帝。但是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咱若讲无罪，就是骗家己，真理也无点伫咱。也是有人会讲，我只要伫上帝面前简单祈祷认罪就好啊嘛。上帝有赦罪恩典，但是咱毋通看轻即个恩典。如果咱继续放纵家己活伫罪恶私欲的内面，咱甲上帝关系会哪来哪远，并且咱对罪的敏感性嘛会哪来哪低，属灵的生命就会渐渐高大。搁来是讲到洗礼，耶稣知影伊的学生是对世界万邦聚集过来的，是无共款的。所以命令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洗礼毋若是归伫耶稣的名，洗礼嘛是一种合一，互原本无关系、无关联的人，较会当因为共一个信仰来成做一个团体。洗礼了后的圣餐嘛是合一的具体表现，互咱因为领受耶稣的身躯甲保护，对罪变做一。所以每一届咱伫举行圣餐的时，毋知影咱分饼或者长老，恁敢有注意到兄弟姊妹因每一双伸出来的手，有诶可能真细，有诶可能拢是妖魂，有诶可能看起来真幼咪咪，有诶看起来真臃肿有气力。伫我旁边服侍遮个圣餐的长老时，我嘛看见每一个伸手来提饼遮个长老的手，是生做完全无共款的手。咱哈尔啊无共款，但是因为共一个洗礼，因为咱领受共一个耶稣的身躯、耶稣的保护，所以伫耶稣基督的身躯内面，咱的无共，咱的特别，拢已经合一。彼得佫继续讲，当咱反悔，当咱有共一个信仰，咱就要领受圣神的赏赐。这个赏赐是啥物物件咧？就是圣神本身。意思就是讲，当咱离开罪，咱若洗礼，咱就会当领受圣神。领受圣神非常的重要，这不但是使徒行传内面所有信徒的记号，并且嘛是咱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领受。但是咱对圣神的定义袂当太过歪曲，因为圣神毋若是做外在的行为的工作，亲像互遮学生开始讲起外国话，并且圣神嘛伫咱的内心运行，做改变的工课。
亲像遮听见的人，因领受了后，因就认罪悔改。所以信心毋是互咱感觉真感动就好啊。感动这是一种感觉，感觉会消失，但是信心伊会带出具体行动。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大心备办好家己，互家己亲像是一个已经洗清气的器具，随时会当互上帝来缀物件入去。但是咱若犹原坚持做家己，咱毋愿意摒空家己，咱内面迄个上帝所无欢喜的部分，咱哪有空间会当用阮信心进入咱的内心咧？过来，咱看见遮学生，遮信徒，因伫反悔，因伫洗礼，伫领受圣神了后，毋是逐个人就转去家己的厝里就煞，因伫遐全无使徒的教示。使徒的教示就是对耶稣来的教示。耶稣的教示甲当时的律比是非常的无共款。耶稣的教示毋是教条，毋是准则。耶稣的教示会互咱知影安怎来培养咱的性命，安怎来跟缀主耶稣，安怎往世界来见证上帝伫耶稣身上要显明的迄个救赎。所以全部使徒的教示对咱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咱敢有专心咧？也是咱亲像耶稣所讲的迄个夜景的比喻，福音的道理还未生根，就互魔鬼抢去。也是咱是暂时相信，但是拄着患难试炼就放弃。也是遮个教导早就已经互生活的忧闷，也是钱财享乐所克掉。咱中间有真侪拢是信仰真久的前辈，也有的人可能对圣经非常的熟，可能会讲：哎呀，今仔日吼，我若摕到周报，看到圣经节，看到题目，我就知影牧师要讲啥。但是信仰敢毋是知影就好？毋是，信仰毋是咱知影就好，因为耶稣呼召咱参与的，毋是一个基督教演习会。伊爱咱真做实践，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影响力、生命的一个活体。所以咱袂当敢若停留伫理性顶悬的人物，咱爱行出遮个教示，并且是行到非常的熟练。伫2009年1月15号，伫美国有一台全美航空的飞行机准备要起飞，因要飞往北卡罗来州，迄个机长叫做萨利，伊就按照所有的程序检查伊的飞行机，伊确定即只空中巴士完全无问题。但是就伫起飞2分钟了后，有一群鸟仔弄往即个飞行机的引擎，所以2台引擎拢歹去，拢失去动力。迄当时的机长甲伊的副机长爱马上做出一个选择，因为当时的飞行机是飞伫纽约人口上多的一个地区的顶面，所以因毋若是爱救飞行机顶面的人，嘛爱救地面的人。因2个看头前有一个较细型、较小型的一个飞行机场，但是因无法度确定讲，我的飞行机敢会当飞到遐尔远，去到迄个飞行机场伫遐降落，因为有可能飞一半，伊的飞行机就坠落伫即个真热烈的市区。因嘛会当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互飞行机降落至迄个高速公路，但是有可能迄个高速公路顶悬驶车的人就拄着危险，所以因敢若剩一个选择，就是哈德逊河。一条河，虽然互飞行机降落伫水面是非常困难的功夫，因为只要一个小小的失错，有可能规台飞行机就沉落伫水底。但是这是因唯一的机会，所以伫降落前的几分钟以来，萨利机长甲伊的副机长，因就爱做真重要并且非常专业的遮个动作。就伫遮个动作了后，因慢慢将飞行机
降落伫哈德逊河的顶面。所有旅客安全落飞行机，萨利机长嘛伫飞行机顶面巡几啊回，确定所有人拢离开，伊最后才离开。这个事件非常的轰动，嘛诚侪当事者、纽约客甲真侪外地人记忆中伫遐来流传。所以伫2016年，这个事件互拍做电影，叫做《萨利机长哈德逊奇迹》。真侪人会用奇迹、奇迹来形容这个真戏剧化的事件。嘛可能你会认为讲，这是这飞行员因经过真正确的训练、长期的训练、因经验的累积，伊带来一个结果。但是咱嘛会当家讲做，这是一种德行。听到德行，你可能会想到讲善良，做一个好人。但是德行嘛是在讲一个人，伊因为愿望会当做出良善、正确的代志，所以真努力、真专心去做上千个小小的决定。伊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练到非常的熟练。然后到1001摆有大代志发生的时，伊想拢毋免想，就自动做出应该做的代志，并且伫迄个第1001摆的时，代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自然。当然，咱拢知影，即个代志毋是自然发生的。那换做是你，也是我去驶迄台飞行机，可能悲剧就会发生。并且萨利机长伊嘛毋是一生落来就会晓驶飞行机，但是经过训练、学习，每一个飞行机的结构、驶飞行机的技术，拢已经刻掉伫个头壳内，并且伊嘛已经做出几啊百摆、几啊千摆的飞行机的驾驶的训练。所以伫迄个关键的时刻，伊处理好每一个应该做的代志。然后就将所有人带到安全的地面。信仰嘛是安尼，咱毋是信耶稣就好安尼。信耶稣，然后呢？信耶稣毋是等得上天堂，咱嘛要训练、培养咱遮的德行。因为疼上帝、疼厝边，绝对毋是咱的天性。但是当咱将遮美好的德行，训练甲敢若是咱第二天性。当咱行到十字路口，也是拄着关键的时刻，遐德行就自动来天开，会将咱安稳带到平安的所在。所以专心伫圣经的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伫咱的教会有查经班，有抄写圣经。伫后礼拜教育组嘛要介绍一个新的读经的计划。所以，望兄弟姊妹，咱会当积极参与，帮助家己，伫即个充满试探、引诱的年代，咱会当搁较专心伫上帝的话。落尾，即群信徒因是做伙三甲交杯八饼祈祷。第43节到47节，就是描写因安怎做伙生活，因安怎伫遐敬拜，因安怎伫遐互相照顾。并且因为因的好的见证，伫当时迄个真自私冷淡的社会，引起真侪人的注意，得救的人嘛哪来哪侪。所以这段是讲到团契生活所带出来的功效，毋若是即个团体内面的人因欢喜改变，并且连外面的人因嘛欣赏即个团体的美好。自细汉我就伫教会的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安尼长大，所以对伫我来讲，甲共信仰的兄弟姊妹做伙，无论是敬拜，无论是服侍，拢是非常美好的经验。但是伫牧会了后，我才发现有真侪人有可能是过去无好的经验，也是无了解，就毋愿意参与，甲兄弟姊妹有较密切的交陪。但是，嘛有可能有人甲 C.S. 路易斯伊的想法是共款。这 C.S. 路易斯伊伫信主了后，又真长一段时间，伊是无参与伫教会生活。伊安怎讲？但是伊了后伊改变啊，所以这是伊讲的话。伊讲：我大概伫14年前正做基督徒，我认为信仰是个人的事，
只要我伫房间内面读神学就有够额，我毋免去教会，嘛毋免参与什物聚会。我一点仔拢无介意因所唱的诗歌。伊感觉C.S. 路易斯伊是文学家嘛，所以伊感觉遐诗歌所写遮个词真不入流。伊嘛感觉迄个音乐真嗨，真无好。但是，缀伫时间渐渐过，我较慢慢啊看见伫教会聚会伟大的价值。我拄着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面貌，无共款教育程度的人。我原来的骄傲甲自满，接煞开始一点仔一点仔拢脱离。我发现，坐伫对面长椅仔顶面，伫遐认真吟唱遮诗歌的人，因是敬虔的老信徒。伊骹所穿的鞋，我就是连洗的资格嘛不配。所以我开始来离开我家己的骄傲甲自尊。C.S. 路易斯伊所讲，骄傲甲伊的自尊，互伊无法度甲上帝百姓自集做伙。骄傲是因为伊认为家己真牛，遐个诗歌的字句写甲遐尔啊歹，伊是一个文学家。自尊是因为伊感觉安尼敬拜，遮百姓做伙敬拜，毋值得伊做伙来参加。原本伊是一个安尼的人呢，但是上帝介入，路易斯看见即个团体无比的价值。兄弟姊妹，你有看见咱即个群体、咱即个团体的价值无？伫一本国外的小说叫做《贾伯克罗》，伊内面有描写一个叫做贾伯即个人的故事。贾伯即个人，伊原本要做一个传道者。但是了后，伊去做一个理发师，但是伊拢无放弃伊对教会疼，所以每一工伊定定呢，拢去到教会伫遐斗相共，伫遐摒扫。有一工，伊就去到教会摒扫的时，伊就是足忝的，就伫教会长椅仔顶面来困去，然后伊做一个面梦。伊讲，伊伫半梦半醒的中间，我看见以前捌伫遮聚会的人拢总转来啊！我就亲像转去我细汉的时，每一个主日的礼拜，对后排椅仔我向前看，身躯边是奥迪叔叔，伊袂阁转来啊！寇迪姑妈伫诗班来唱诗歌，阮看到因缀伫时间来来去去，每一个人拢有因出现的时间。这个满面阳光、努力服侍甲唱歌的妇人人，迄个真安静、真害羞、疲倦的查甫人，迄个有精神困扰的，有破病、有歹脚、有绝望的，有得要离开世间的，也是藏伫椅仔后面的即个囡仔。拄结婚，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夫妻，体力袂当动咧困去的老人，对囡仔真骄傲的爸母，目睭内有泪水的阿公阿嬷，眼中只有对方的情侣，悲伤的寡妇甲鳏妇，无久前，甲失去囡仔的爸母，真得意的，真谦卑的，真专心的，真心不在焉的。我看见遮无共款的人，我看见迄个阿嬷棍顶面拢是摇魂的查甫人，伊的手拢是真厚的即个长茧的即个双手，但是伊身躯穿着专门来主日的时所穿的迄束衫，但是甲洗甲伊的布料拢已经褪色。即个人出现伫我的梦里，因什么话拢无讲，我嘛共款。但是好亲像有一种疼，甲我将因拢总包括在内，互我梦疼因。当我对梦中醒过来，我发现家己的面满满拢是目屎。兄弟姊妹，上帝的疼，耶稣基督的救赎，
圣神的同在，互咱甲2000年进前，也是几啊千年了后的人，拢共属一个团体。虽然咱伫地面的团体生活充满人的软弱，但是咱伫上帝国的内面，确是永远的。所以，盼望咱会当伫地面有搁较侪的学习，咱会当学习安怎彼此交陪，爬饼做伙祈祷。咱伫遮做伙期待主耶稣过来的日子，咱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照着初代教会因所领受的，今仔日阮也要领受。主，阮伫你的面前真侪悔改，领受洗礼。阮伫你的面前做伙伫遮交陪，阮也相信圣神就伫阮的中间。阮恳求你帮咱，互阮因为耶稣基督来学习安怎合一。主，阮有真侪无共款，阮的个性无共款，经验背景拢总无共款。但是主，恳求你帮咱，互阮看见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所做的牺牲，然后阮就知即个宝血要带领阮行往合一。主，恳求你帮助阮做伙来学习。虽然是真无简单的功课，但是主，阮相信，当你伫阮的中间，当阮谦卑来超找主，你就互阮要成做是一个和谐的团体。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2摆。我就是问，若有对我这个人要得着救，搁要出去，也要得着草料，插来，无毋是爱偷、爱杀、爱卖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约翰福音10章第90到第10节。我就是问，若有对我这个要得着救，搁要出入，也要得着草料，插来，无毋是爱偷、爱杀、爱卖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约翰福音10章90到10节。三甲来因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609首，信诗609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了解间之书，徐同清之书，
整年继续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圣歌队甲敬拜娱乐团今仔日下晡到5月初2拜二，爱到三支举行演习会。第二点，吴玉轩传道师今仔日下晡3点，爱就任中华中会大同教会第4任牧师，恭喜教会派长子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咱欢迎陈仁杰弟兄甲伊的查某囝桂玲，甲伊的后生建元，欢迎。好，请坐。嘿，欢迎你们常常来参加聚会。好，咱过来真欢喜，咱就今仔日。信正长老的孙仔吼，就是思豪，信正长老大汉囝，吼思豪伊的囡仔，吼咱元熙，吼元熙，来，咱来给元熙来祈祷，来，请思豪，你们要不要抱孩子过来？嘿。好，这是思豪甲伊的太太哈，这是。伊儿子元熙吼，所以疫情的关系，咱拢足久无看到哈，即马哦，这边2岁吼，好，安尼咱将即个囡仔交伫上帝的手里吼，咱来替伊祈祷，来，元熙有替你祷告哦，吼，来，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思豪因会当有遐尔啊高水的一个囡仔元熙，主恳求你保守即个囡仔，互伊平安健康来长大，主恳求你会听伫伊的内面。主，阮也要为着思豪因全家来祈祷，恳求上帝你祝福即个家庭，满有你的平安甲因同在。主，阮感谢你，恳求你保守看顾即个囡仔，特别伫即个真危险
的年代，愿恳求你的保守，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拍拍欢迎咱的新家人。好，这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好，大先咱为着世界、台湾、伫各地宣教师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建堂的事工，为着华人的姊妹齐云甲舒迪，咱嘛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的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林鹤姐、素贤姐、道明兄、美容姐、明珠姐、阿淑姐、俊成兄、阿卡姐、周雄兄、来富姐、应轩、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怡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顾元兄、东龙兄、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这个事、这个集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诚做合一的一个团契，互阮会当伫遮彼此来祈祷。主，阮欢喜，阮的中间有遮个囡仔，主恳求你祝福遮个囡仔，互因平安、快乐、健康来成长。阮的中间嘛有遮个年岁较大的兄弟姊妹，也恳求你保守因的健康，看顾因，带领因，互因虽然身躯软正，但是因的内心满有愿望。阮也为着华人的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互因会当甲因甲因的囡仔拢会当平安。主也为着拄啊生产的余文来继续祈祷，恳求你看顾保守。阮也要将阮的教会交伫主你的手里。主恳求你使用阮所做的每一项工课，阮所做的事工，拢毋是要来彰显阮家己，阮所做的事工，拢要是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你就保守阮，无论对囡仔到年长的遮事工，恳求主你甲阮同在，保守阮。阮也要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帮赞，指示阮头前的路站。阮为着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阮每一日拢有上帝你的引带来祈祷，恳求你帮赞阮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顶。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因信息388首，信息388首，因死了，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